同款是一阵意外，这是伫个宜兰有一台自用车，今仔日透早的时阵，凶去弄到头前停红灯的车辆，刷落来，搁再去弄路口附近的车厢。迄当阵，这车厢内底除了员工以外，也搁有其他的民众。加在落尾，敢若即个驾驶小可受伤尔。附近的民众是讲有闻到驾驶身躯顶有酒味，而且人搁细神。其实根据这个统计，宜兰县这3档内平均一档都有1700件假酒塞车的案例，而且这个数字已经愈来愈多。这台轿车先推动一台等停红灯的车辆，高速度正紧，冲入去附近一间车厢内面，造成车厢的门厅拢规个拢凹去，玻璃碎片也甲规路卡，一台 iPhone 机器也被弄坏去。迄当阵内面除了员工，也有真侪消费者。收空的啊！收空的，酒驾的。酒驾开车弄你的。车厢的员工一早起就无用这里表述。好刚才这件发生伫咧宜兰罗东镇的意外，只敢若4名的驾驶逃车厢送便宜，消费者甲员工拢无代志。现场的民众讲，这个驾驶规身躯拢是酒味，都伫咧车内怣困。他怎么样？撞进去怎么样？就听说人都没下来，没下来，还在睡觉。哇！警方讲，这个4名的驾驶要送便宜，无性命危险，爱抽回检验酒测单，已经请检察官协法鉴定书考司调查原因。黄姓驾驶求得指，本分局报请检察官核发鉴定许可书，详细肇事责任，警方厘清当中。警方统计，宜兰县最近3年平均每年有1700件酒驾的案件，而且一年比一年较增加。酒驾死亡的意外也自2021年的3件，增加到2023年的7件。酒驾害人害家己，就算是提悬罚则要歇做，效果有限。警方呼吁民众莫过失运气，才会告时后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